月儿，我帮你备好了马车，走吧。三殿下，臣离京时曾答应了云老王爷，此次越齐之行要确保郡主平安回京，所以郡主这一次怕是不能和你一起同行了。难道本殿下会让月儿陷入险境不成？臣也不过是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罢了，还请殿下见谅。郡主，请吧。三殿下告辞。亏你还好意思说护送，我骑马，你坐车，还真是风度翩翩啊！线下同车同路，并不算失言。我到了，你的任务也完成了。前来送客。对了，冰秧子，记得按时吃药。四殿下，皇上让我们在这等着你。这下可糟了！放开我！放开！一个个手劲这么大，放开！胆子这么大，小兄扒了你们的皮！你要扒了谁的皮呀？儿臣参见父皇。你们都下去吧。你还当朕是你的父皇吗？父皇，我胆大包天，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擅自去越齐呀！儿臣知错，还请父皇恕罪。知错？朕教养了你这么多年，都教了你些什么呀？揽圣贤书，习治世风，当心系天下苍生。所以你都白学了。父皇，天下河山何其壮阔，天下民生何其庞杂，就算读破万卷，也不如亲历一番。这宫墙内没有天下，天下在四方。儿臣不想做一个眼界被围困在一隅之地的井底之蛙。起来。说的不错，那朕也要罚你，轻率鲁莽，不顾安危。朕罚你到军机大营去反省反省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不许踏出军机大营一步。谢父皇，儿臣领罚。50、20，再讨价还价就是100。你是我亲爷爷吗？这么狠心的？你还认我是亲爷爷啊？一消失就是大半个月，100幅丹凤朝阳，一个都不能少。那你还是打我吧，总比那什么破刺绣强。你以为我不敢呢？来人！老王爷可不能再打了，小姐在越骑的时候被毒蛇咬了，差点连命都没了，现在身上还有蛇毒没清。哎呦，头好晕。我看看你咬哪儿了？你咬哪儿了？啊，这浑身都疼。快去拿我的名帖，去请太医。是老爷。哎呦，这越骑有什么好啊？干嘛大老远去往那儿跑啊？老王爷，小姐是追随景世子去的。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我看你要再这么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我就真把你给嫁了。哼，爷爷，你孙女我这么惹人爱，你舍得把我嫁出去啊？哪有什么舍不得的？不过我看这全天圣啊，要不是陛下赐婚，没人敢娶你这个疯丫头呢。胡说什么？哼，你都不知道，你孙女啊，有的是市场呢。哼，前段时间去越齐的时候，还遇到一个什么南梁世子的，刚见我第一面就要把我抢回去当新娘子。不过呀，
早知道我就跟他去了，省得在这里碍你的眼。南梁世子？他长什么样啊？他呀，虽然是个男人，但是长了一张英美俊秀的女人脸，而且说话阴阳怪气的。他有没有随身带什么饰物啊？他带了一个紧箍咒，哦，还有一把扇子，招摇过市的。身边啊还围绕着莺莺燕燕呀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爷爷，你不会真的要把我嫁给他吧？老王爷，见过老王爷，见过郡主。郡主，皇后娘娘托奴婢带话，请您闲时入宫，说是陪娘娘话家常。太好了，你告诉皇后姑姑，我洗漱换装，马上就来。是。爷爷，爷爷。皇后姑姑叫我入宫，我是奉旨行事，就不奉陪啦。好好好。陛下，三殿下求见。快宣。是。儿臣参见父皇。我的义儿回来了。哎呀！起来！儿臣一路快马加鞭，只为尽早向父皇受旨。边关7载，风吹日晒。由以前的垂髫稚子，长成了如今的国家栋梁。精神，全赖父皇关照提拔。儿臣在外一刻不敢懈怠，只为了不辜负父皇的殷切深意，不辱帝京使命。这么多年的艰苦生活。受委屈了，儿臣不委屈。一想到能回到宫中，看到父皇与母妃，顿觉整个人神清气爽，3000里山路，也觉脚下犹如生风。好，北边的事，朕都已经知道了。哎，这个清染呐，胡闹。不仅擅自离开，还给你添了那么多的麻烦。儿臣身为兄长，照顾幼弟，本就是分内之事。朕已经罚他去军机大营，多反省些时日，该让他好好长长记性了。不说他了，北边现在的情况如何？虽不乏割据，但莫不震慑于父皇与我天圣之位，不敢造次。故而边陲也算安稳。朕倒是以为，他们是震慑于手握精兵、战无不胜的天圣三皇子吧？那也是因为父皇坐镇帝京，儿臣不过狐假虎威罢了。义儿啊，当年朕派你去北边，是不是在心里怪朕？儿臣不敢。父皇先是无上的帝王。其后才是儿臣的父皇，自古哪有臣子怪罪君王的道理？你大哥太不争气了，清染整天吊儿郎当的样子。这朝堂之上虽大风未起，朕
想让义儿回到朕的身边来帮帮父皇。儿子谨遵圣命，能为父皇效力，是我为人臣、为人子的责任与荣耀。既然回来了，就去看看你母妃吧。儿臣谢父皇。陛下，景世子求见。赶紧去吧。是。三殿下，景世子。陛下，免了。谢陛下。叛乱之事，朕原以为会十分棘手，没想到爱卿查的倒是利落。告诉朕，这收买乐旗出兵之人是何方神圣？臣自探无用，不敢居功。被收买的国师在即将说出实情之时，突遭戾气所伤，毒发身亡。不知这突然起兵又镇压收兵，谁才是受益者？爱卿所言听上去倒真是别有深意呀。区区小国能成什么气候？既如此，朕就不纠结于他了。陛下说的是。爱卿，朕听说在去的路上通关文牒丢了。文牒丢失，皆因臣没能妥善保管，还请陛下恕罪。无心之事，何罪之有啊？退下吧。谢陛下。景世子，秦都关何事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想问问景世子，此番出使是否一切顺利啊？我是否平安无虞，别人或许不知道，但秦都关你不会不晓吧？景世子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这正好有样东西，想请秦都关辨识一二。这是你们阴阳卫的东西吧？是，世子，你听我解释。文牒遭窃是真，山路遇袭也是真，现在又有你们阴阳卫的鹰牌佐证，秦都关还需作何解释？可是我的本意，并不是打扰世子你啊。我不想再看到第二次。世子，你连一句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，就这样污蔑我吗？无论秦都关的本意是想害谁，我只想奉劝一句：今后这种害人害己的勾当，你还是少做些为好。那个云浅月到底有什么好，让你这样对我大动干戈的兴师问罪？看来秦都关还是无意悔改。不过，下次若再被我撞见你还在我眼皮子底下作乱的话，就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了。我前一年敢做敢当，我说我没做过就是没做过，你为什么就是不信我呢？玉宁妹妹，又何苦与他纠结于此？谁都能看得出来，在景世子的心中，除了那个云郡主，就再容不下其他人了。可是在我，与你何干？
母妃，叶儿，叶儿，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让母妃好好看看你。我的叶儿长大了。 变得更加成熟俊逸了，母妃却一直没有变，依旧似从前那般端庄貌美。怎么没变？母妃老了，头发都快白了。没变，在儿子心中，母妃是最美的。您放心。 儿子回来了，绝不再让您受半分委屈。好，其实母妃并无大求，只要你平安回来就好。饿了吧？我给你做了最爱吃的栗粉糕，来。母妃，慢点。叶儿，你也坐。 来，尝尝。这么多年，母妃也不知道你的口味变了没有。小时候你和浅月是最爱吃我做的栗粉糕的。月儿她似乎变了许多。 连我是谁都记不起来了。他也是受望春楼大火牵累所致。那场大火，你不知道？皇上驾到！臣妾叩见皇上。快平身。 谢皇上。萧妃啊，是不是还在怪朕当年把你贬到此处啊？臣妾当年顽劣无知，妄议朝局，罪有应得。陈年旧事，朕早已去怀了。啊，让你受委屈了。7年了。 很多东西早已不复当年，可每当朕看到锦花，便会想起太康元年那会儿，你坐在花树下，一儿推着你荡着秋千。父皇，母妃一向患有脾胃不和的病根，这离宫地处偏僻。 常年阴冷潮湿，怕是不利于母妃养病，着实苦了你了。这里年久失修，是该找人修葺一番了。传朕旨意，请萧妃搬出离宫。谢父皇。谢皇上。日盼夜盼，终于盼得殿下重回故土。 我在边关苦熬多年，你也为我在帝都蛰伏数年，辛苦了。能为殿下大业谋事，懒夷甘之如饴。你可知罪啊？殿下何意？月儿失忆一事，为何本王不知情？你火烧望春楼之时，可知月儿也在里面？ 就是这儿。没有发现。不能让太子跑了，必要时放火。
属下不知，此等小事也要向殿下汇报。殿下身负重任，不应该因为儿女私情而耽误了大业啊！兰家家主果然有胆量，敢质疑本王。属下不敢。不过，属下另有一要事相告。荣景正在调查多年前慕容家的灭门事件。公子的寒毒又严重了一些，已经攻击心脉。公子千万注意身体，切勿太过操劳。知道了。皇上明知岳旗之事有蹊跷，却不愿揭穿三殿下，是否有意离三殿下为主？圣心难测呀。我倒希望皇上早点立太子。为何？郡主有了着落，只怕公子这病才能根治吧。殿下和陛下谈得如何呀？朝中20余位重臣，臣已接见妥当。萧妃娘娘也出了离宫，必要时可助殿下一臂之力。这万事俱备，只欠一个好的时机，殿下便可出击了。此次回京，父皇似乎对我有所设防。皇上那是老了，不愿想身后事。可是皇上不想，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不能不想啊。殿下在众皇子当中本就出众，这4殿下顽劣不堪，不思进取，现在又被罚到军机大营受训。这2殿下嘛，风流成性，不问政事，现在又被幽禁于宫中，更是不值一提。其他皇子年纪尚浅，朝廷上下有目共睹，这立储的不二人选，非3殿下莫属。只怕秦相那边不会让我们赢得轻松啊。那就要抓紧时间，比谁的速度更快了。臣会联络朝中重臣，紧急上奏，让皇上立储。殿下也要多和云郡主接触，云老王爷的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。嘿，想不想要啊？听说你又偷偷的跑去乐旗了？哎呀，姑姑，我就是想去看看乐旗长什么样子的。你这孩子，景世子教了你这么长时间，性子还是没变。见着3殿下了？这3殿下也是不易，他在乐旗的这些年，想必也是吃了不少苦。我记得，当年离开天圣去乐旗的时候，你呀可是哭了好些日子的。现在他回来了，你又失忆，你们2人这缘分也真是坎坷呢。反正都记不起来了，就不去想了吧。你们2人从小一起玩耍，青梅竹马，感情甚好。如今这3殿下又是储君的人选，你和他在一起，于你于云家都是好事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3殿下在门外求见。请他进来。是。儿臣向母后请安。快起来。谢母后。儿臣此行赶着向父皇述职，拖到现在才来向母后请安，请母后见谅。
你忙着替你父皇分忧，我怎会怪你？这是刺儿吧？正是。好可爱。天意，天意，你离开皇宫的时候还是稚气未脱的少年，一眨眼就变成一个气概非凡的男子汉了。你也是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，不知不觉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。记得你们小时候来我宫里玩耍，一眨眼功夫就过去这么多年了。瞧瞧，你们两个站在一起，谁会说不般配？天意，你刚回来，没事就带浅月多出去走走。我瞧着你们能像小时候一般亲密才好。母后说的是，今日天朗气清，儿臣正打算同邀月儿一同出去逛逛。也好，年轻人就是要多这样出去走走才好。姑姑，我去。母后，我们先告辞了。去吧。月儿。三殿下，我。月儿，还记得这条街吗？你小时候总闹着要我带你来这玩，可弘文馆的先生管得严，皇子未做完功课都不许出宫，以至于后来我去了乐旗，每次一想到连这点小愿望都未能满足你，就感到很愧疚。没关系的，反正我现在已经没有这些愿望了。月儿，你以前很喜欢我这样牵着你散步。三殿下，大庭广众之下这样不好吧？你不要这样。哎，主子生气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他们这是在干嘛？今日是民间五谷节，大家都聚在这里戴面起舞，寓意啊是向娲皇娘娘祈求五谷丰登。那我们也去选一个吧。好看吗？这个更适合姑娘。她喜欢就随她。多谢。你也带一个吧。我？我不用了吧？凑个热闹嘛。就依你。那我帮你带上。好了吗？快了，快了，马上。月儿，月儿，月儿。咬他呀，青龙咬啊！咬！青龙咬啊！咬他！咬他！好。哎，你青龙也不过如此嘛。我的青龙今天没吃饱，我们下次再比过啊。本公子今天高兴，我小辉送你得了。你干嘛呀你？谁呀你？是我。刚听说乐器有使臣要来，就在这里遇见你了。我是来找人的。啊？
所以先使臣一步进城了。找人？找谁啊？玉姐姐，我给你讲个传说好不好？啊？传说在我们乐器很久很久以前呢，有一位叫阿依木的女神，她被困在了冰湖数千年，直到有一天，太阳神的出现，亲吻了湖面，冰雪融化，她就得救了。可当阿依木女神出来的时候，太阳神已经离开了，但她心中已经认定太阳神就是她心中永恒的爱人。她苦苦寻觅，在浩瀚的宇宙中找了数千年、数万年，终于找到了太阳神，并嫁给了他。好感人的故事啊！啊，我明白了，你也是来找你的太阳神的吧？难道是？哼，那你能不能帮我找到他？他在哪里呀？能是能，哎，但是他被皇上罚去军机大营了，想见他有点困难。为什么被罚呀？那我在哪才能见到他呀？我有办法了。阿月姐姐，我们来这儿干嘛？哎，你看，这里正招募新兵呢，这对你来说可是个好机会。新兵？对啊。太好了！可是，我能行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你看，根本就是个帅小伙嘛，放轻松，自然点，肯定没问题啊。那我去了。要是我成功得到我的太阳神的话，到时候我一定会许你一个盖世英雄的。盖世英雄？至尊宝吗？叫什么名字？李广。好了，进去吧。哎，干什么呢？贺岩，我是来去排队。排队。下一个。叫什么名字？马强。啊，排队。下一个。对，小堂堂玉琪公主居然让我来排队。切！你叫什么名字？朱武。我看你身高不够啊，不适合。回去吧。来，下一位。哎，轻点，轻点。哎，好，没说你，继续。消气，殿下。我那个烤全羊呢？烤，殿下，这羊圈跟马圈在一块儿，这乱得很，小的们实在是抓羊抓不到啊。抓不到是吧？信不信我把你烤了啊？小的知罪，小的知罪，小的这就去抓羊啊！殿下，喝杯水，消消气。殿下，消消气，消消气。继续，用点劲儿。殿下，消消气。来，下一个。大人好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拓跋。什么？不，拓跋。拓跋。啊，大人，我姓张，名拓跋，谐音脏拓跋。父母给我取了个贱名字，好养活。哼，我看你这身上没膘，风吹就飘，不适合当兵。回去吧。别，大人，你看我身上有膘的，而且我从小就和我爹在马厩干活，我马术可好了。朝廷要是招我当骑兵的话，肯定不会亏的。骑兵队里倒是需要像你这样轻巧伶俐的人。行，进去吧。谢大人。来，下一个。好，别来了，来，那边警长，后面的，来转一圈，这边走。哎，你怎么也来参军了？下一个去那边吧。你家那钱不就花光了？好，下一个。好，来，手牌，来，下一个。这怎么还体检呀？这体检我不就穿帮了吗？不行，我得想个什么方法。有了。什么味儿啊？哎呀，臭！什么味儿啊？这是怎么这么臭的？哎呦，臭！谁呀？哪来的人？
哎呀，太臭了，招粪都没，多少天没洗澡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什么味儿？什么太臭了！报告长官，我来体检。你这从哪儿来的？怎么一身臭咸鱼臭豆腐的味道？哎，长官你别嫌弃啊，我身体啊，你看好得很，我还可以这样子，还能劈叉。什么人都来当兵。我再下个叉给你看，要不要？不需要了，不需要了。我看你这活蹦乱跳的，身体肯定没毛病，赶紧去领衣服吧。谢谢长官，谢谢长官。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叶青染会在哪儿呢？这天上的皇子应该是在主帅营吧？主帅营在哪儿呢？姑娘的姻缘已经出现了。您是在跟我说话吗？正是，姑娘。不信，这随便替你求一支签，也必定是第一好的上签。我看您这里面都是上签吧，您还是换个人蒙吧。姑娘恐怕也被别人妨碍了姻缘，想选的人选不到，不想选的偏偏凑上来，可有此烦恼啊！大师，你要能说出我真正的姻缘在何处，这银子就归你了。今日偶遇，就是缘分，钱我就不收了，只赠姑娘一句话：草木桥边，自有良缘。草木桥边，那不就是个容字吗？三殿下，你就这么想躲着我？不是我。既然你想不起来，我就用其他办法证明我对你的珍惜。跟我去皇宫。干嘛呀？求赐婚。喂！完了完了，这牙可怎么办？父皇、母后，儿臣对月儿一片痴心，今生非她不娶，请父皇成全。三殿下，三哥，那也得看看浅月姐姐的意思啊。我瞧她似乎有话要说呢。我与月儿同心同德，不离不弃，她的心思我懂。儿臣只希望月儿能做儿臣的王妃，至死不渝。月丫头，你也有此意？回姑父，其实我与月儿青梅竹马，早有海誓山盟，今生更是至死不渝。这是我去乐齐之前，月儿送我她亲手所织的帕子，上面绣着代表她心意的云朵。靠着它，我才能在乐齐熬过那艰苦岁月，一心只想着建功早日归来，堂堂正正迎娶我的王妃。父皇，请您成全。这哪里像是云朵啊？我看这根本就是蘑菇。这绣工却像是浅月的绣工。不会不会，姑姑，要是我绣的，只会比这个更差。月儿，你我之间的种种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报！启禀皇上，西山粮草大营无故起火，半个大营都烧没了。半个大营？无缘无故？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的无缘无故啊？朕倒是觉得是有人包藏祸心，意图不轨。今天不是个好日子，赐婚之事择日再谈。父皇，林毅，你去查这件事。既然回到朕的身边了，也该为你的父皇分忧了。来日方长，只要你不怕等，就一定不会迟。好啊。儿臣领旨。
好险！要不是西山出了事，只怕我今天就这么被打包送出去了。主子这招围魏救赵，真是厉害。西山大营这2日操练得太狠，士兵们困乏，偶尔失误失火也是有的。我开始还担心只是烧了一个小小的草堆，没多大动静，没想到主子把一个小小的草堆烧出半个营都没有的气势。西山大营也有功里的眼线啊。无论多大的事情，都会在第一时间禀报圣上。经过了太子一事，朝中如今也是草木皆兵，紧张了些。所以今后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不留痕迹，明白吗？那是，跟在主子身边，哪有笨手笨脚的？你还多嘴，都是你自作主张，该罚。啊，我才立了大功。要不是你自己多嘴多舌，我怎么会如此沉不住气？要不是我辛辛苦苦打探到消息，难道主子你就忍心云郡主许配给3殿下？